汤美风台扫过菲律宾的吕宋岛，带来超过10级的强风甲大水雨。沿岸这各省市拢传出严重的灾情，唔但淹水有淹甲一层楼悬，也佫有引发土石流。目前当地是至少已经有26个人无命，被迫撤离去避难的超过16万人。大水雨一直落，强风也将路树吹甲用要断去。风台潭美伫24暗时登陆吕宋岛东北部，佮扫过吕宋地区，各地拢出现淹水到1层楼悬，居民被迫撤离。Lumikas po kasi binabaha po kami doon. Okay. Pagsabi po yung barangay na lilikas kami. Kasi nga mahirap na yung mangyari ulit yung nakaraan. Lumikas kami, malaki na yung tubig. Kaya hanggat maaga, lumikas na kami para hindi kami mahirapan. 潭美是伫20西太平洋海边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了后伫2223前后升级做轻度风台甲强烈热带风暴。为登陆进前到扫过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各处，尤其是太平洋沿岸，拢传出淹水甲土石流灾情。其中灾情上惨重是吕宋岛东南部的比科尔地区。目前已经知影死伫风台的案例当中，有14人死伫当地。除了大水雨，潭美也带来强风，上大连续风速是每点钟95公里，相当10级强风，上大阵风甚至达到13级。所以24这一天，被迫取消的民航班机有10多班。另外，针对潭美刷新东路线各省，菲律宾政府已经要求学校甲企业机构停班停课，外汇市场也停止交易。外电报道指出，潭美通过吕宋岛了后，北降级做热带风暴。暗过无偌久，佫升级做强烈热带风暴，同时向西进入南海海峡。公视新闻，徐家人报道。